做伙跳舞。开始啊吗？大家好，咱是 Random，我是金仁哥，嘿，我左边，高手函数。永远记住头前的落点，是阮约定的所在。阮是吃凊彩的爸爸，食凊彩的发团。阮走差不多要18年啊。去年获第4张的唱片，叫做《中二病》，阮第3张甲第4张都是台语的，拢是全台语的，无国语的。我伫写歌的时阵吼，后壁拢是阮实际上的故事。阮甲生活写做歌，因为阮会拄着，大家拢会拄着。你绝对会拄着难关，需要救济。因为阮年岁拢伫大，伫你开始感觉老，为什么？因为足侪朋友可能破病、往生的往生，但是足侪人结婚生囝，囝嘛拢出来。国语讲循环啦，对，轮回。我感觉讲用台语去写歌是讲话，迄有当时迄是一种心情。像讲，阮阿嬷袂晓讲国语，所以我一定爱用台语甲伊讲。你想要甲关心嘛，所以你就爱去讲台语。伫写歌时，我是无想要因为这个是讲国语啊，是台语啊，是客话啊，是英语啊，去甲伊拔掉的。无一定每日阮拢会出一种，无拢无爱唱歌的，阮就是做后摇团，嘛是有可能。我希望讲大家讲台语啦，爱用听歌、唱歌是上紧。但是你讲无好嘛，无要紧。讲无好嘛，但你爱加讲，加唱、加唱、加讲，我是感觉这较重要。你有啥物标准啊？无标准，我是感觉这就较还好。台语的节目通做就做，这要安怎讲？顺其自然。大家放好轻松有少年人看到这感觉足好的，想要学台语安尼上好。若是讲伊甲嘛是无遮尔啊欢喜啊，想要讲台语啊啥，我是感嘛莫勉强，因为愈勉强愈无想要学。是安尼，我是安尼感觉。海味16号，水啦！